上次同大家探完汕頭同埋東莞之後，又有觀眾問我，不如去廣州介紹下有咩好玩呢？廣州就梗係多嘢玩啦，又咁多好嘢食，所以今日特登同大家過嚟，整翻個快閃一日嘅廣州遊。大家好，又係我雙拿仔。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老規矩啦，幫手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個啷啷，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拍片最大嘅動力。另外，我都要戴翻個頭盔先。本片純屬係我親身體驗後嘅真實分享，只供參考，唔構成任何建議或宣傳，請大家自行判斷啦。咁我哋啦，同樣都係搭高鐵出發，喺西九龍搭高鐵過嚟咧，大約1個鐘頭9個字。咁我哋今日咧會去廣州東站啦。大家記得買飛嗰陣時咧，唔好買錯啊，因為廣州南同埋廣州北咧就比較偏遠少少，所以嗰邊咧就等於係新界嘅地方，唔係冇嘢玩，不過係冇咁好玩。因為我自己咧都有個朋友住喺廣州北嗰邊嘅，即係花都一帶啦。咁我都跟佢去過幾次，我覺得食嘢啦同埋玩方面啦都係一般般。但係今日呢，我就會同大家翻去市中心嗰一邊，入邊嘅養生按摩足道同埋夜燒烤啦，都係好正，我覺得都係非常之頂班嘅。今日呢個行程呢，我就真係非常之滿意啦。事關今日過嚟呢，係有少少工作嘅原因啦，所以我喺北站呢一邊落車呢，做咗少少嘢先，之後先至再翻去廣州東嗰邊。講下，原來我哋就已經到咗廣州北站啦。咁我臨做完嘢之後啦，就搭的士趕翻去嗰邊。咁呢個時候咧，都介紹下呢間按摩足道啦，有咩特色先。咁我問嘅時候咧，佢就已經講晒所有收費嘅資料啦，同埋時間俾我知。而且今次我聯絡過呢位經理啦，真係佢哋嘅直屬員工嚟嘅，並唔係我哋平時嗰啲啦客服嘅中介人。所以一開頭我感覺啦都比較穩陣啦。而且佢哋微信入邊嘅資料啦，都寫得非常之清楚啦，有晒師傅嘅相片啦，同埋編號，睇落去咧就相當靠譜啊！服務時間大約係70分鐘，如果由廣州東站過嚟啦，搭車過嚟大約係20分鐘左右啦。咁地理位置都算方便嘅，好快我哋就到咗門口啦。咁大家睇下呢個招牌啦，有興趣就自己記住個名過嚟啦。咁入去之後咧，就有部電梯搭上3樓，出電梯轉左行到尾就到噶啦。咁呢度咧就係冇開放式嘅大廳嘅，不過都有個自助餐可以食。同我聯絡嗰位經理啦，好快就帶我入房。咁換完衫之後啦，就去更衣室沖涼啦。更衣室空間唔大嘅，沖完涼就各自翻入房。咁我等咗一陣，理療師就入咗嚟。當時嘅房間咧都幾燈光明亮嘅。咁我第一印象咧就係精神啦，同埋整潔。經理今次咧真係配對得幾準啊！呢位理療師嘅手法啦非常專業，外形同埋氣質咧都非常清爽嘅，仲要係年輕有活力嗰一隻，所以咧俾我嘅感覺咧係非常之舒服，即時成個人啦都眼前一亮，精神晒。咁入房之後啦，佢就先簡單介紹一下個流程，之後就開始幫我開着咗部電視機。咁我仲記得啦，嗰個時候啦係表演緊中國舞啊。咁理療師同我講話，自己好細個嘅時候都學咗幾年。咁佢仲忍唔住啦，即場表演咗5分鐘俾我睇。估唔到咧，除咗按摩放鬆之外啦，仲有得欣賞舞蹈喎。咁之後就開始做呢個全身嘅精油放鬆啦。手法啦就以推油為主，力度同埋節奏算溫和嘅，過程中有適當嘅溝通，態度都係親切有禮。服務過程入邊啦，理療師會根據客人嘅狀態去調整個力度啦，整體感覺咧偏向輕柔同埋細心。過程中雙方咧亦都有傾偈嘅，普通話咧溝通暢順啦。咁呢位理療師咧都非常之健談啊，我哋一路傾咗好耐，咁話題咧都好自然，氣氛就越嚟越輕鬆，唔覺得尷尬啦。咁我從對話之中就得知啦，原來佢係重慶人嚟嘅，仲要啱啱先過咗20歲嘅生日，唔怪得知望落去咁鬼有活力啦。咁我順便啦，仲同佢講聲生日快樂。咁成個按摩嘅療程啦，大約70分鐘，中間有短暫嘅休息時間啦，同埋再繼續放鬆嘅環節。師傅嘅手勢就中規中矩嘅，但係態度就非常認真，全程啦都保持專業啦同埋微笑。服務結束之後咧，亦會幫你咧將房間整理乾淨啦。最後就總結一下啦，今次埋單就係500幾蚊。咁場地嘅硬件啊，本身就冇乜特別嘅亮點，主要都係靠自助餐啦，同埋有私人嘅房間。
咁真正嘅加分位啦，就係團隊嘅服務質素，理療師嘅精神狀態啦，同埋服務啦都非常之好啊。咁我朋友啦都覺得非常唔錯，我自己就更加滿意啦，認為係近期睇入邊啦，服務質素比較最高嘅一次。整體嚟講啦，如果你想揾服務心態好啦、氣質清爽嘅理療師啦，咁又接受到私人房間嘅服務模式啦，呢度絕對係啱晒你。咁玩完之後啦，我就去咗附近嘅珠江道美食廣場度食嘢。咁我哋行過嚟咧，大概10分鐘就到噶啦，位置都幾方便嘅。咁呢度夜晚氣氛唔錯，人流都算好旺。咁我哋揀咗一間燒烤啦，整體嘅食物質素真係幾高，值得推薦大家。咁首先係個奶油蝦啦，蝦雖然咧唔算係好大隻，但每一隻咧都爆膏，好入味，奶香同埋鮮味咧平衡得幾好嘅，食落去好滿足。咁呢個生蠔咧就更加出色啦，隻隻都夠大啦，咁啊完全冇腥味嘅，肉質肥美啦。頭先咧活動完啦，拍翻幾隻啦，的而且確係爽啊，幾舒服。咁黃鱔方面啦，就同我想象中有少少嘅分別，咁啊唔係脆口嗰一隻啦，而係偏軟熟嘅，味道偏甜，仲帶少少嘅藥材味道，口感啊特別啲。雞腎就處理得唔錯嘅，爽得嚟咧又唔會韌啦，食落去有啲彈性。咁至於呢個牛肉就比較普通少少啦，中規中矩啦，冇乜特別嘅驚喜。咁另外仲有個燒麵包，同我想象中咧有少少嘅分別嘅，外表睇落去咧以為係好脆啦，點知食落去先知係偏軟熟嘅，咁啊帶少少嘅甜味，口感啊軟軟地啦，不過又幾好食喎。咁整體嚟講啦，呢餐燒烤嘅質素咧係非常之唔錯嘅，尤其係個奶油蝦啦同埋生蠔都幾滿意。不過價錢咧就稍微高咗少少啦。我哋2個人埋單啦，一共食咗440蚊。咁以份量同埋新鮮度嚟講咧，我覺得都仲可以接受嘅。好啦，今日廣州一日遊啦，就去到呢度啦。咁今日呢個組合啦，即係養生嘅按摩體驗啦，加呢餐燒烤嘅晚飯啦，整體嚟講咧，大家都值得一試嘅。大家又有冇邊啲地方啦，想我去幫你哋探下路呢？又或者大家有冇啲中意睇啲乜嘢類型嘅視頻話題啊？咁啊，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啦。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咧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